大家平安。这条是讲咱野球比赛，各队的先发守备位置有9个，有 pitcher、catch、first、second、third、short，外野手有 right、center、left 各一位，总总9个，就是咧比赛的时阵，伫迄球场就是一队9个人咧拍安尼。即届咱台湾队有28球员会使做先发的选手，守备位置有 pitcher， 就是咱台湾队的 pitcher 有13个人 ，catch 有3个 ，first 1个 ，second 2个，third 2个 ，short 2个，外野手的5个人，就是拢会当做，看伊要要做right，啥物做 center， 啥物做 left，就是外野手有3个位置嘛，这3个位置就是为这5个人内底来选。2024年世界野球决赛已经确定予 pitcher 林育民、catch 林家正，还有 first 潘杰凯这3个人做先发。所以即马就是 pitcher、catch 甲 first 已经确定哦，已经确定哦。所以还有6个 second、third、short，还有外野手3个位，还有拢总6个位未决定。所以其他6个人就照顶悬所写的台湾队守备位置来安排。借问决赛先发选手拢总有几种安排方式？题目是安尼。要安怎来算？其实足简单，足简单。若是要想，家己要想看觅，当饲奖条。因为我煞来就要讲。先饲奖条哦。要开始讲哦。就是即马拄则讲 pitcher、catch 甲 first 已经确定啊，就免选啊。这3个位已经确定，已经确定，就是迄人、迄人、迄人，我写1代表就是迄人。second 咧，咱台湾队会当做 second 的有2个人嘛。毋过比赛的时阵，敢若会当派1个去，所以就2个人选1个啦。所以遮2种选择，2种选择。过来杀度嘛共款，2个人敢若选1个，敢若会当选1个，2种选择。小度2种选择。所以若是要写算式，就是安尼。头前 pitcher、catch、first 拢确定就迄个人。second 2种选择，third 2种选择，short 2种选择。我像外野手，外野手咱台湾队有5个人，迄5个人内底爱选3个人出来。迄3个人，一个爱做right，一个是做 center，一个是做 left 的位嘛。要安怎定？足简单。想看觅 right，啥物做 right？就是为这5个人内底来选。所以5个人内底，敢一个爱选1个出来，爱选1个出来做 right，所以有5种选择。5种选择。比讲其中一人出来啦。过来要做胜大，因为拄则有一人出来，所以剩4个人，为这4个人内底选1个人做胜大，所以4种选择。4种选择。过来啥物做 left？这个时阵外野手的人选剩3个嘛，因为有2个人已经出来了。所以剩的3个人内底选1个人做 left，所以3种选择。
就是安尼。所以安尼算出来480个安排方式。好，结束。